就要来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走一个第二季去练喙火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。代代来相传。哇耶！今日这一个主题啊，叫做全民练喙花，海选找新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颜金莲，我是伫这个寿山动物园哦，咧做这个导览老师啊吼，啊，搁有吼，我伫咱这个图书馆吼咧讲故事的啦，啊，若就是个街头艺人吼，迄是我就是对，就是毋是我的正道啦，啊，对啦，啊，我即摆吼要来讲吼，啊，我要来去阮阿嬷因兜，阮阿嬷因兜呢，住伫阮的隔壁庄尔呢。要去隔壁庄要安怎去咧？哇！我就要来坐迄个大的巴士呢。大巴士是啥物呢？就是一只大只的狗啊呢。哦，你嘛要互我哟？啊，哪有这好康的啦？你就紧转去。我有看摕到红包，对，紧转去，因为你的速度吼，要练起来吼，要上慢啊。上慢啊！一般来讲啊，大家好，我咧上山动物园哦，我是咧笼仔内底。哦，嘛是有影咧。嘿，感谢你哦，今日哦，足欢喜的看到你，感谢你。感谢郭美姐哈。袂歹啦。啊，叉烧包、连笼包，麻烦你的轮椅塞到等去。还有下面一位，来，后一位，哎呦，两个人吼，来这位那个欢迎甘烈田、夏欣武，把我下来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拢叫我阿姨。大家拢叫我阿贤，今仔日我要为大家带一个足短灯戏，灯戏什么？演出，演出啊！哦，至少再给他们10秒啦。够丢脸啦，好不好？搞啊啦，来，你们拿出决赛，跑下去，对。哦，冰姐都真好看。湾里小菜，妹妹，你为头到尾拢无呀，麦克风哦，我拢听无你咧讲啥。你要为遐个开始一摆无？啊，无要分红包哦吼。麦克压起来。伊即摆搁要填饼啦，拍恁斗啦。免搁拍。我伫咧家头前迄个影片来看一下。你为头壳背起来了。开始讲话就好。开始讲话预备。来，有人咧唱歌诶，我来听听看，是谁咧唱歌？听听看。小菜。你咧唱啥物歌咧？我咧唱一条足红的台语歌，伊叫做《碧顺》。我甲你同款，我自细汉就足想要上台表演，可惜拢差一点点啊。哪咧？你有去过超级星光大道无？你嘛伤喊啊！迄种什么节目，我搁还袂出世，我搁伫天顶飞咧。哪咧？你有去过啥物节目啊？我有去过学校的合唱团，甲参加台语拢做。拜托收一下，拜托。等有人收一下哈。无我赶咧，好，来下一组。第二号咱来欢迎洪金庆先生。来欢迎。讲台语，笑台语，台语笑不尽啦。谢，你来开始讲。我听到你卡声听。你的卡声。
讲台语，笑台语。小等下，无别看。小等下啦，你是看高铁啊？预备，开始。讲台语，笑台语，台语笑不尽。多谢各位乡亲半工来听76岁食老出片阿金啊老下海。对。咱若了学了人的家己事实，读册也是事业真厚的事，有的父母就真顾谦讲，啊，阮就歹得出好笋啦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啊，迄德宝本来无水，但是发出来的笋啊，真大支，佫真甜，佫真油，叫做歹得出好笋。啊，毋过真少人讲下底迄句叫做好得出古论，即句就较令人听人讲吼，就是讲父母都袂歹，但是家己是咧为非三做，叫做好得出古论，就是讲吼，啊，歹得。好得出古论啦，就是讲这无得真水，但是发水啊出来是拄着石头，啊，就顺迄个水弯弯出来，就是这个。这叫做好得出古论，其实这是牛担，这是牛担。我50-60年前伫草屯地牛屎埕正咧做田，洗田的时候用这牛担。啊，这个牛担有人讲啊，我知，迄用火去烘去烧的，毋是火烘绝对无遮尔顺，这是咱老祖先的智慧，就是讲去铁工厂定这铁管，啊，甲凹出这个形，啊，铁工厂就甲你锯开，锯一半。啊！你转来以后，气质发出来是找一支较水的，甲菜咧，啊用烟线甲绑好，啊边啊插一支条啊，互伊袂倒去。啊，即摆笋啊发出来的时候，顺这个势，啊就弯，差不多2礼拜就发出来啊。啊，2-3年后，这个底啊，这笋头已经在北啊，就甲起起来做牛担，这就是牛担，叫做好得出古论，就是啊，努力。拍婆啊！有啦，有着迄个牛担啦，有啦。这个是叫做广告词，是，但是连翠花3分钟都要开花兼结籽啊！安尼好，咱继续要来邀请的是8号的林敬婷先生来捧场，欢迎一下。来35岁，差头你讲我精彩，我这节目无讲长。哎，麻烦一下哈。各位高雄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嘿，水啦，1、2，水啦！领导吼，无共款啦吼。介绍一下，我叫林根廷，啊，听到我的名，你会想讲，我真够啉的啦。为什么？啉落个停，林根廷，啉袂停的意思啦。喂，无好笑，不要紧，毋过吼，我实在我酒量吼是无啥好啦。每一届甲朋友去啉酒，拢会啉春，啊啉春呢，因欢喜的就是好耍，所以啊，我是一个做好耍的人，所以来参加这个海选。这个笑点无好笑。所以啊，我来参加这个海选，啊，佫有一个原因啊，今年我的目标啊，就想要甲我的台语练练好。嘿，这点爱甲你鼓励，鼓励讲20秒。好，谢谢，20秒差不多。要我台语讲好啊，讲台语嘛，我。自细汉时阵，我学台语是看8点档的。迄个时阵啊，我台语啥物都袂晓讲，啊，惊会晓听。迄阵看的是飞龙在天，唯一会晓讲的就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人生在世只有2字。对2字。就是情，我无想要甲伊唱了，没有，只有2字啊，这样。剩5秒，真的，我只有时间点。所以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唔管对着什么代志啊，我一定用这2句来学白讲。像妈妈啊，甲我骂讲啊，你为什么考试考遐歹啊？我就讲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哎呀，你为什么食饭之前不爱洗手？因为人在江湖是哎呀，所以迄个时阵啊，我就感觉江湖啊有遮恐怖的，讲到江湖拢会互摔。所以迄个时阵我就知影江湖有偌恐怖啊，遮恐怖。地精，他对迄个是阮制作人，伊位遐行出来叫你唱上尾句，啊，你感觉你坐回要唱啥？其实我有一句话，人若在台湾爱洗牙齿。较紧的啦！来，咱来欢迎9号吼大学生哦吼甘乌哲来欢迎。
大家好，我叫江有济，啊，毋过你会当叫我希娜哦，海娜 ，Thank you。今仔日我来到这，我的阿嬷讲，你有啥物笑话会当互我分享给各位朋友呢？一直分享 share 互 everybody 呢？一直甲我讲台语。和平爱来，和平爱来。托克秀台语，毋是秀英语。对，歹势。麻烦吼。好，我较点字的。伊就甲我讲，干宝啊，哦，伊拢叫我干宝。伊就讲干宝，我互你一个建议啦吼，因为台语呢，我想袂到有啥物笑话。伊就甲我讲，你去问老一辈好啊啦。我就讲阿嬷你是我阿嬷呢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好笑哦！芭比来啊，芭比来啊，好棒！回去甲恁阿嬷问好一下哈。我互我阿嬷讲几波，阿嬷拢无讲到笑话。阿嬷讲欢喜就好啊，欢喜就好。紧，为了平。谢谢。哎，来，继续咱们来欢迎典籍第10号的桂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大名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桂叶萍。我会谢谢。亲友团了。是，大家好，真欢喜今仔伫遮甲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我要讲的是我的，佫是阿嬷够要紧。无要紧吼，嘛是阿嬷，但是对，但是我的阿嬷咧，伊就有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因为足勤俭，非常所有阿嬷敢若拢足勤俭，加一箍加一件，你有听过无？有啊，你会感觉迄上迄1箍，你会感觉伊敢若足重要，足价值有无？足大的。嘿，阮阿嬷有一届，迄个时阵，我甲你讲，你茫看我即马呢，我迄阵是一个老实啦，骑一个乌多摆，我18岁我有驾照，我阿嬷就来，这个路棚啊，你要对？我细啦。路棚，你去菜市啊，甲我买一个物件，莫互阿嬷安尼吼，佮哭去到遐遐尼远，佮要叫我买物件要啥啦？你是爱红色？好来，好进来好，要来啊，确定要来啊？伊就讲吼，伊就讲，阿嬷要来，真诶，来，你甲我迄个菜市啊买芹菜，我讲我要买偌济好啦？伊讲买1箍。阿嬷，我讲阿嬷，我想要买1箍的芹菜，1箍人咧卖啦，我无爱啊，这介绍的无啊？阿嬷讲，无卖，煞，毋免啦，好啦，暗时等下，真诶要好吃。暗时的时阵，我真正阿嬷煮鱼丸汤，顶罐真正有芹菜呢，奇妙啊吼，想袂到啊吼，我就甲阿嬷讲，阿嬷。你真正敢买1箍的芹菜哦？无啦，我歹势，你甲我讲安尼，我阵歹势，无甲伊买1箍，我甲伊买2箍啦。这就是我的故事。新年快乐哈！哦，这个故事我们等下穿大开哈，这些不简单，就是有功夫的功力的。来，继续来欢迎11号的吴丽雅，有请。是蓝的，火是红的，我的心是烧的。天是蓝的，火是红的，我的心念的是乌的。等下，你头拄为什么讲你的心是乌的啊？因为我等下就要跳入去金炉内底，等下我的面、我的手、我的心、我的脚，拢会是乌的。唔对，等下咱两个拢会跳入去迄个金炉内底，咱会互伊烧甲乌样去，是变成破色，唔是乌色，是乌色，是破色，是乌色，是破色，是乌色，破色，乌色。可爱观众朋友，恁敢有看出来？阮两个是纸红啊，领导干啊，毋过呢，这两个一个是做甲伤老。规个面撩皮皮，一个是做甲肥卒卒啦，唔领肥卒卒，搁歪哥起喘，规身躯安尼缩来缩去，软格格啦。因为吼做一个伤歹，
无人要买，啊，阮就徛伫遮徛几年啊啦，所以今仔一定要做一个结束这一切啦。哎呦，看落去哦，大家拢在等哦。这里确定要安尼，已经决定的代志，就莫后悔。等下我大声喊一句，火来啊！你就甲跳落去，会烧啊！啊，搁有，咱来甲这个往来揽条条，咱若无甲揽条条，咱会互风吹走，咱若互风吹走，咱就互掠转去，关伫个拄仔内，更毋知要徛到当时啦！我不会，有人伫遐啦！虫啊我，你甲你的玫瑰花行过去，一天搁一天。虫啊来，我甲我阿弟啊，徛伫遮一年搁一年，毋知要徛到当时啦。后世人，我嘛要。做你的玫瑰花，逐工互你揽条条。换你，哦，天，迄个，哪会打一个？哪会打一粒往来啦？因为我打炸一粒往来啦。咱毋是讲好啊？你一粒，我一粒，咱家揽不掉，较袂有风吹走。为什么要来变卦咧？因为我后悔啊！你后悔啊？无要紧，我嘛要甲跳落去。你袂使跳下子，我要跳，你袂使跳下子，我要跳，袂使跳。我的往来。虽然过程当中，几礼拜替恁捡花捡落啊，但是我感觉值得期待，有想法，吼，有结构，内底所有的物件是有组织，这个卡本呢是有想过，敢若诗人咧吟诗作对，吼，拍一波也袂歹，这两个。我写的爸爸妈妈这剧本，我写的多谢你，因为我妈妈甲阮爸爸互我这个想象力 ，Thank you。袂歹，来继续甲流传落去。我感觉呢，我看了我嘛感觉真感动，现场有这款的思维，继续拍拼，吼，安尼袂歹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。但是哦，你心内呢一定要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剧本，你希望要徛喺台顶，你要有做真大的准备，你的人生爱丰富，你的思维呢爱呢真有利，互所有的故事拢互大家吸收会到。感谢大家欣赏所有今日来这选手，大家辛苦了，恭喜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感谢咱的选手。希望有一天的电视看到恁，吼，加油！谢谢。第一就是讲，大家拢足紧张的啦，安尼敢若要来参加什么暗会吼，足侪观众咧较会紧张，过来就是讲，你准备的无按照呢节目的这个节奏落去呢写这个卡本，所以你会变做讲你摕你较早可能呢足熟悉的这内容，要来甲大家分享，但是呢。迄个感觉就感觉速度较慢，笑点袂出来，我是感觉讲唔免惊，因为惊袂着顶，所以所以你来报名啦，免惊啦，你几岁拢无要紧，我拢有法度接受的。来，大家来讲台语。